如果你想喺中山市區揾一個生活配套成熟、交通方便同埋居住氛圍濃厚嘅大型社區，咁南區嘅乙型新城一定值得你了解一下。咁成個乙型新城呢，就響永安一路嘅，緊鄰翻105國道同埋南外環，去翻東區、石岐、火炬開發區，甚至經由深中通道往返我哋深圳同香港都十分之方便嘅。咁成個園林啦，用咗個東南亞園林嘅設計風格，成個小區呢，綠化率大概38%左右，內部設有人工湖、休閒跑道、兒童活動區同埋游泳池嘅，居住環境比較舒適嘅，物業由萬科物業管理，社區管理規範，安全性比較高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就上到間屋嗰度啊，入門口右手邊有間細房，咁冷氣機咧都未裝上去㗎，全新未新裝修，未入住過嘅。咁我睇翻我哋個廚房先。廚房嘅廚櫃全部做晒兩邊嘅，咁我哋嘅抽油煙機全部全新，未用過。洗手盤都係做咗個大盤嘅設計，咁你第時用翻起身咧就好方便嘅。咁睇翻我哋嗰個客廳先，咁呢個戶型咧就93平方，3房1衛嘅。見到啦，我哋呢啲凳嘅包裝都未拆㗎，因為業主啱啱新入嚟嘅家私嚟㗎。睇翻呢邊，咁我哋咧有一個超大嘅洗手間，咁我哋做翻個乾濕分離嘅，入邊咧沖涼房都好大嘅。咁睇翻個客房先，客房咁我哋係朝南嘅客房啊，一張床，咁做翻個衣櫃咧就可以入住㗎啦。主人房呢邊同樣係窗戶個窗係朝南嘅，睇山景，冷氣機全部都係全新嘅3台冷氣機。咁想像一下你第時住響度嘅生活坐住響梳化度，對外睇住個山景睇住即係未來裝翻台電視機，93平方，全新裝修，未入住，好舒服㗎，現代風格。最吸引人嘅地方係咧，小區自帶大型嘅商業街區、食肆、超市、健身房、親子娛樂等等嘅配套咧都好齊全嘅，基本係上落樓就去滿足日常嘅生活所需。同時隔離咧就係我哋嘅樹木園生態公園，平時散步跑步都十分方便。咁對於香港客戶或者退休人士嚟講咧，乙型新城既有成熟嘅生活圈，又有比較好嘅交通優勢，加上社區嘅入住率非常高啦，生活氣息係比較濃厚嘅，屬於中山南區自住同埋養老都比較歡迎嘅大型社區。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加多嘅中山真實樓盤嘅情況，買房租房都唔使慳。記得關注KY。